我打破緊一個最大嘅騙局。你被呢個世界相信係終極現實，你唔係覺得你係嘅人類，你拎住嘅名、護照、職位、你抑制嘅身體、你擔心嘅問題，所有呢啲都只係你意識一個微小投影，而你一直都好似呢一個投影係你存在嘅全部真相。呢個係人類意識上最大騙局。你唔係人類，你唔單止限於呢一個現實，現在為你顯化嘅時候，你嘅多重生命、多重身份，同時發生喺唔同嘅平面、地方、存在維度。你係焦點，純粹意識本身。喺呢個焦點及無數版本嘅你，依家喺平衡宇宙入面生活。呼吸、行動、決定、愛、學習，而宇宙顯化你唯一嘅真實。